上次好像有讲过，但是我们就再稍微复习一下，因为好像是讲到，可是没有画面。没有画面，稍等我一下。有了哈，好，我们上次应该是讲到这里了，然后好像没上，我们再重新讲哈。好，那个人称代名词在作为属格使用的时候有哪些哈？那一定要记得，就是属格的话，我们都是用在被动句型哈，就是人称代名词作为属格的时候，在句子里面都是用被动句型去造句。好，那人称代名词在属格的时候使用的有这三个哈 n u n a m u n u n i a m 或者是 numida，这个是一样的哈。不过在本质上会不一样，待会再说。nara 这样子哈。好，我们来看这个架构啊，很快的看一下 nunamu。好，我这边说一下，好像上次好像也有提过，这个结构是 nu 阿木哈，属格的 nu，然后你们阿木，然后它其实合起来是拿木，然后为什么这边要加一个 nu？会不会变成两个 nu，变成 nu 阿木这样子哦？嗯，因为上次讲说有一些学者专家或者是比较资深的部落的耆老，或者是相关的族语工作者，他们会说希望保留这样子，所以这边就保留。不过我们在族语的习惯上，有时候会省略，很多部落都是这样讲，我们待会会讲到。那我们记得就好了哈。好，这个 Nuniam 也是一样，Niam 的说念就是 Nuami。那 Niam 的话，一般都是讲排他者。所谓的排他，就是跟你说话的那个人。如果你跟你的妈妈说 Niam，讲到 Niam 的时候，就不包含你妈妈，就是你说话的对象就不包含他。那如果是下面这个 Mida 呢？就是包含米大就是大家一起这样啊，大家一起米大。好，那这个演化过程，这个是讲的是那个我们的发声法的演化过程哦，我们就大概看一下就好了哦。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会有疑问说，为什么 nu 阿木会变成 na 木，那 nu 阿密会变成 niam 哦，这个比较有争议哦。那看一看这个人家归纳出来的这个声音的演化过程啊。好，这个只是参考而已哦，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一下。好，努米大也是一样，努米大是努一大，那一样前面哈努米大，那下一个那伊拉也是一样哈，那加伊拉，那这个那是跟前面都是努哈，当指到第三人称的时候就变成那讲的也是复数啊，那指定的就那群人，那里那一群人这样子。那伊拉也可以讲南拉，这个是比较常讲的哈，南拉。好，那有指定的意思。好，我们来看句型啊，这个我不知道上次是不是有讲过，没有关系啦，反正后面没有几堂课哈，没有几页的那个内容，所以我们就重新再练习也没关系。好，我们来看这个例句，第一个马阿拉努纳木古白树，好，钱被你们拿，白树就是钱嘛哈。马阿拉努纳木，
那其实这个就是刚刚有讲过，这个可以省略哈，因为很多部落，包含我自己的习惯也是都会省略这个了。马阿拉那木，我都会这样讲啊，马阿拉那木古白树，钱被你们拿哈，马阿拉那木被你们拿，马阿拉那木就是被你们，马阿拉那木或是马阿拉那木被你们拿，拿什么呢？什么东西被拿呢？古白树啊，白树是一般名词，所以用古格位标记哦。好，第二个也是一样哦，妈形哦，不好意思，不是妈形，这个阿拉是咪形哦，那这个偷也是咪形哦，所以咪前缀咪变成妈的时候，它就是变成被动哦，这个一定要记得，前缀咪形的动咪形的咪形的字根哈、哦，变成妈的时候就是被动，马达告就是被头，咪达告就是头，好也是一样，努尼亚。马达高尼亚，马达高努尼亚，所以其实也比较习惯就是马达高尼亚。好，马达高尼亚古白树，钱被我们偷，这样。然后努也是可以省略啊。好，我们来看第三句哈。马巴弗利努米达杜亚娃娃古白树，马巴弗利，好，马巴弗利努米达马，所以它是咪形啊。巴弗利。巴弗利这是咪形啊，好，努米达，好，这边这个字根哦，我们想一下，上次有讲过吗？好，这个字根哦，这个把 free 是给的意思哈、哦，那把 free 其实有那个让这个东西给他，就是有那个赠送的意涵哦，把 free。那所以这个八是前缀哦，free 是字根哦，free。你看哦，我们前面这两个都是一个词缀而已，它这边有两个词缀哦，所以它这个其实是 b u f f l y 是有赠予的意思啊 f l y 是给的意思 b u f f l y 是使这个东西给这样，所以它送的意思哈、哦。那加一个妈呢，就被送了，被赠予这样子。好，什么东西被赠予呢？被谁赠予呢？努米达被大家哈。像现在我跟你说话嘛，就是被大家我们一起啊，然后读娃娃送给那个小孩哈。好，这个我们上一次我想起来哈，我们上一次有讲到这个，但是我们上一次的例句哈，你的顺便说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讲义你要更新之前的哈，就是都要用我们最新的。那这个上次有稍微改一下，我们上次的这个第三句是巴巴弗利努米达古拜树毒药娃娃，我们上次是把这个娃娃放在后面。那为了就是跟老师讨论，几个老师讨论之后，还是决定就是为什么后面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翻译上的不方便哦，所以就把这个娃娃放到前面来哦，交换。那我们这个跟英文不一样哦，我们的主语像这种呃，这叫什么？嗯，这个被动句型，这个实义动词哦，就是会有两个受词。那英文是有间接受词跟那个主要受词，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分，所以两个。那所以你看，如果把这个娃娃跟柏树，你把它调换，其实意思还是一样的。对我来说啊，我习惯说主语的话，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就说，这可能要稍微背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个例句呢，用这个例句去熟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固定起来哈。就是背诵的东西放在后面啊，把弗利古白数没有？如果我这样讲，前背诵啊，把弗利古白数，然后那个中间的剩下的这个我们就放中间哈。所以背诵的那个东西，我们把它放在后面，古白数嘛，把弗利古白数哦，前背诵，那是送给谁呢？我们就放在中间。毒牙娃娃这样子哦，马巴弗利努米达毒牙娃娃，古白树钱被大家赠送给那个小孩毒牙娃娃。那这边用毒牙，不好意思哦，不是毒牙娃娃哦，那一位小孩。好，这个那位小孩，其实如果看这一句哈，马巴弗利努米达毒牙娃娃古白树，它是毒牙，不是毒逆，也不是毒辣，是毒牙。所以其实我们是在描述一件事啊，所以他其实嗯没有在现场，ERM 毒牙娃娃就在我们眼前，毒逆的话是在我们眼前，毒辣的话有一点距离，毒药的话没有在眼前，这样好。啊，这边还有一个这个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大就是一大，所以嘛，巴布里一大，这个也是习惯用语啊。嘛，巴布里一大毒牙娃娃古白树，好。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如果是主动呢？巴弗利吉他都要娃娃多白树，你巴弗利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这个主动的时候，大家给那位小孩钱，我们的说法在主语里面，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哈，把那个白树我们放在后面，好，就是两个受词，一个呃背诵的东西我们放在后面，被赠送的那个人我们就放在前面哈。好，可能有一些大家会有一些习惯说主语的老师可能会不习惯，但是我们就是固定起来哦。你巴弗利给大都要娃娃读白书，大家给那位小孩钱这样。好，我们待会也是一样哦，就是一二三句哈，然后这个下面这个比较的这个就不用写，反正就四句就好了。好，第四句呢，啊那昂尼伊拉古白书，那昂就是存，那伊拉。那昂那伊拉古白书钱被他们存哈，或者是囊拉也可以。好，那我们来做练习看看哈。哎，这个我们上次有练习吗？有谁还记得？因为我们影片好像上一周没有录，所以我也不知道上一周上到哪里。这个，是到哪里啊？是上到后面就没了，内容就没了。所以我们上一周是上到哪？好像上到这边，对不对？讲到这里没有关系，那没有关系哈。我们今天最后一堂，我们就赶快练习一下吧。如果写过就没关系，再重写。好，还是无法每次都最先的哈。那我们请无法来念你的例句。はい。
马斯蒂努纳木古瓦祖，狗被你们打。马南南努尼亚古一个影片被我们看。Apakah numita tu unar ku fitaol， 蛋被大家喂给蛇吃。等一囊了古苏尼努米苏，你的声音被他们听到。好，谢谢我发。好，我们看那个讯息栏这边我发的例句啊。Must stare 是咪形动词啊 ，mistare， 所以变妈的时候变就被打。Must stare 那木 ，must stare 弄那木古瓦祖，狗被你们打。好，第二句呢 m a n n 所以 n 是看呢，变妈就被看 m a n n 尼亚古一个影片被我们看。好，第三句 ，Mapaka numita ku unar ku fitaol， 好。好，现在哈，什么东西被什么被喂？应该不是蛇，应该不是蛇喂给蛋吃嘛，对不对？所以是蛋喂给蛇吃嘛，所以那个东西那个蛋就是放在后面哦。巴卡恩努米达古乌勒的乌勒了哈，不好意思，巴卡恩努米达的乌勒古菲达奥的这样，蛋被大家喂给蛇吃。如果这个中文翻译其实那个喂喂的话，其实就有吃的意思哦，对不对？所以那个中文翻译其实蛋被大家喂给蛇就好了哈，因为那个其实这样虽然加一个吃，语义上在中文的语义上比较完整的样子了。不过你看蛋被大家喂给蛇，其实意思还是一样的哈。跟喂给蛇吃，当然喂给蛇吃这样讲是比较符合我们中文的那个说话的方式了。那我刚刚有讲到前提嘛，我刚刚有讲的就是说，有时候那个说中文的时候会，就是要对照的话会很怪哈，那没有关系哈，就是像无法的这第三句哦，就是蛋被大家喂给蛇就好了。因为我们那个嘛，把干就已经是喂的意思嘛，可以省略那个吃了。不然的话，就是我们每次被问的时候，会很不好解释啊，为什么有一个喂，那一个吃，它那个是怎么去分辨哦？有时候我们会不好讲。好，第四句哦，matengil nang ragu suni numisu，matengil 是听嘛，matengil 被听到，matengil nang ra 被他们听到，ku suni numisu。好，好，我们接下来请那个 Alex 来念你的例句。好，当努南木古达利芋头被你们煮，马馍馍努尼安古哈卡糯米饭被我们捏，马巴阿苏努米达古法费山猪被大家猎捕，马狗狗昂拉古不动猴子被他们赶走。好，谢谢 Alex。那我们来看 Alex 的句子哦。当当就是咪形动词啊，你当当就被煮，达利是鱼头，好，当当南木古达利，或者是当当南木古达利。好，第二句呢，马木木木木马木木，哎，木木，好，这个有红色吧？木木应该有红。马木木努尼亚木古哈哈，糯米饭哦，糯米饭，呃，哎，好，这个蛮有意思的哦。那个你看哦，
那个马木木就是我不知道别的雅群或者说别的部落，木就是像我们以前那卡卡就会先捏这样，木恩红这样，有时候要给小孩吃，让他抓比较不会散。然后说啊木恩红过来卡，就这样，就是也是捏的意思啊，握或捏，马木就是被捏哈。好，被谁捏？马木努捏是被我们捏。什么东西呢？古哈哈嘛，哈哈是糯米饭呢，要完成的时候才会变成糯米饭团。好，所以应该比较，就说那个哈哈古尼，马哈克米木木，那那个就说我们古尼糯米饭团了。不过它还是哈哈啊。不过中文翻译的话就是不一样嘛，一个是糯米饭，那一个是我们把木之后呢，我们拿给你这样一圆一圆的，叫做糯米饭团哈。好，所以这个中文翻译就是糯米饭被我们捏这样子，不用去指明那个团这样子好。那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它变成糯米饭团这样。好，第三句哈，那把都努米达go 阿飞，好，山猪被大家猎捕。好，那这个马把阿苏努米达，哎，你只有一个受词嘛哈，所以如果这个我看一下哈，你看一下 F 的那个第三句啊，因为它是那个授予动词，它后面两个受词嘛，小孩跟钱，对不对？然后你这边的受词的话，给猎捕哈，因为这个如果说你的中文翻译是山猪被大家猎捕，这样的话，你的那个主语的部分其实就不用把阿送呢，马送就好了，马送没大发挥山猪被大家猎。好，对对，那如果说我们硬要那个哈，硬要对照我们的那个例句啊，第三句这个硬要对照的话，我看想一下，那怎么弄？山猪被大家让猎人猎捕，这样的话哈，你看啊，如果这个中文我们改成山猪被大家让猎人去猎捕，也就是说哈，我们大家去找一个猎人去猎山猪的意思了。所以山猪被大家让猎人去捕，那这个的话，这个就成立了。那把苏努米达都呀，猎人怎么讲？对呀，慢也出拜吗？啊，也可以哈。对对对，用构词也可以。诶，我们有没有专有的那个猎人？猎人哦，好像没有专门讲猎人的一个名字没有，所以用构词。构词的话就没关系哈。那把阿斯洛米达都呀，或者是都米阿苏拜古法夫这样就 OK 了。那你的中文就要加一个猎人了。我都呀，改一下哦。对，那一位猎人都呀米阿苏拜。好，第四句，那咕，咪咕咕，那种感人哈。那咕咕努，那咕咕能让被他们赶。咕噜咚，那咕咕能让咕噜咚。好，那我们再请秀兰姐，麻烦请你念你的例句。马西达亚的那木古迪嘎密信被你们遗失了。
马西达亚尼亚姆古阿比弟弟被我们遗失了。Mapangangan mita tuya wawa kungangan，那位小孩名字被大家起名 Marapunto Nairago， 好少一个啊哈 Nairago Sasulitan， 作业被他们完成了。好，谢谢秀兰姐。好，我们再看那个讯息栏哈，就是秀兰姐的这个例句。那西来呀，好。我发现秀兰姐很喜欢那个哈加后缀，我没有说错哈，就是因为对啊，你是秀兰姐不是男士吗？所以对啊，我记得好像是海岸很喜欢加后缀啊。好，对啊，所以男士的也是喜欢加的，对啊。好，那现在那么个迪卡米就是信件哈，或者是明信片也是一样的。好，那现在那个字根是西赖了，对，然后遗失，不过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哈，西赖好像是妈型的，对不对？妈型，哎，马西赖，比如说遗失了马西赖不白数，你看我说钱掉了马西赖不白加库马西赖，所以它是妈型的，对，如果是被遗啊。你看，信被你们遗失，期待是妈型的话，如果是变成被动，要怎么改？被动。哎，我妈醒过来，期待个还。妈妈期待呢，是吗？马嘎期待那种。哦，马嘎期待。就被遗失了，因为丢掉马西赖就是就是遗失了嘛。如果被遗失呢，就是马嘎西赖那木布迪卡米这样。哦，还要这个马嘎哈。对，那个我们今天没有讲到嘛，我看一下后面有讲到吗？没有，我们都是没有讲到，我们只用那个咪型的来那个了。对，所以可能要这样子，因为我看一下，我想一下啊，这个马西赖那么古迪嘎米，这个其实应该老师如果是这样的，妈妈西赖不行哦，妈妈西赖不一样哦，将要丢掉哦，将要不行哦，可以啊，也可以哦。妈妈西赖就是我有预知的，我有先知的能力啊，信将会被丢掉。不过我刚会不会有口误啊？这个西赖遗失，如果要用马嘎西赖，会不会？因为被你们遗失马西赖那么多地，因为这个其实对我来说还蛮顺的。对，那没有关系啊，我就不纠结这个哈。那我大概先说一个原则，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要怎么讲。我先说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是咪型的要变成被动主动的咪型要变成被动，变成妈就好了。可是如果是妈型的字根要变成被动就是妈嘎就好了。那这个时代会不会是咪型跟妈型都通用的？有可能呢，有可能它是咪跟妈都通用的。对，因为马西在那木古迪嘎密信被你们遗失，其实还是蛮通的，对。不过你的中文有一个了有一个了就会可能就是马西在多那木古迪嘎密。对。
我们就把那个了去掉就好了。了除非了对，如果你要有了的话，那个你的主语可能又要加一个字，马西对塞都那木对比嘎密，哦，对对，马西来耶，不用那个亚耶吼。不用，哦，马西来多诺那木古比嘎密，哎，哎，好，第二个也是一样哈，马西塞念啊，这个国 bib 它只是换了名词哈，bib 鼻是涕，鼻底哈，或者哦是鼻子，或者是箫，好像也可以哈。对， bib 好，也是一样哈，马西塞被我们遗失了。哦，这个字根我先保留，它好像咪跟妈都是可以的，就是哦，是对，就是两个形都可以使用的。好，我们来看第三句啊，邦安安，好，安安是名字哈，邦安安就是起名，取名嘛，对，那邦安安就是被取名哈，那邦安安努米达杜亚娃娃或安安或南岸，安安，哎，这样就对了。那位小孩的我看一下哈，那位小孩被大家应该这样子啊，嗯，那个好，这个也很这个我看一下哈，因为如果我们要对照哈，嗯，那个句子我是把钱先翻了白数，对如果说我们来看看会不会很尴尬哈？如嗯果我照我的第三句的那种中文翻译法哈，就会变成哪个先嘛哈，名字被大大家家给小孩，被大家取名给小孩，会变成这样子。再讲一遍，名字被名大字家被大家命名给那位小孩，哦命名给那位小孩，对哦，对啊，那个词系可以这样子写吗？对，我的句子这你的那个样子可以这样子写吗？你的主语吗？哎，对，主语是对的。对的吼，只对，是那个那翻译有问题。中文翻译的话，如果说照我的这个翻的话，会变成这样子。嗯对，就是那位小孩名字被大家取名，嗯，这样好像比较顺，对不对？哦，但是如果说用我的这个结构的话，是公安案这个名字被大家命名给那位小孩，这样子。哦对，哦，所以那为什么要这样翻哈？嗯我就是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翻？为什么不要用那个用秀兰姐你这个就很好听嘛？嗯可是我不是为了要好听啊，我只要嗯用中文去对照我们的主语，让嗯，能够稍微很可以互相对照这样子。然后我们哦照了这个方法，以后我们要教小孩子就很好教，或者是教人家，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学别的那个学习做翻译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规则去完成。嗯我的目的是这样子。是对，那如果我自己要翻我自己的文章，我们可以用最漂亮的中文去翻嘛，都可以。因嗯为我们现在哈，其实老实说了，我敢保证，我们线上的主语老师或者是学生，全部都是中文思考，因为我们就是活在中文系统的这个国家里面嘛。对对，所以我们其实都是中翻音的，中翻美，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用比较能够对照的来去学习这样子。好，我们继续好。马尔本杜，好，这个是完成了哈。马尔本杜尼拉古萨苏里丹，萨苏里丹这个结构，这个是作业嘛？你们的对作业。作业。好，萨苏里丹这个是构词哈，就是字根是苏里，然后它是前缀沙，然后后缀岸这样子哦，所以它是环缀，讲的是作业这样。就像刚刚那个
那个 Alex 下面写的那个猎人哈，亚都拜，他是还罪哈，前罪杀咪，后罪爱这样子。好，马的本多已经完成了，马的本多，尼拉不是蒙拉，少一个啊，少一个啊。不是苏里丹这样子。好，那 Alex 的这个我们就我看一下，马木木那尼安布哈哈，糯米饭被我们捏，对。把阿苏努米达杜亚尼阿苏拜古法菲山猪被大家请来的那位猎人猎捕。好，这个中文翻译还是有一点多哈。你看，山猪被大家只要让那个就好，山猪被大家让那位猎人，因为那个让或是使哦，让就是让给你那个让，或者还有一个使用的使哦，这两个都可以使用。山猪被大家使那一位猎人猎捕，或是让那位猎人猎捕，因为你这是毒亚嘛，是那位猎人，毒亚亚都拜就是那位猎人这样。那你的请来是，我知道你的那个用意啊，就是说，其实它也是我们从中文来看，一定会讲到这个，因为本来就我请来的，可是我们很难去在主语里面去讲到这个请来的。因为如果我要把这个请来的还要翻的话，就变成你逮单要邀请的，所以你又要再加一个逮单哦，有点麻烦，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能够对照哈。好，山猪被大家让那位猎人猎捕，对，就用这样子。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哈。那我们就应该没有了吧？1、2、3、4个，3个。老师，那个猎人那个翻译你再讲一遍好不好？你阿苏拜，你说这个？哎，对。整句吗？是翻译耶。哦，就那个 Alex 已经翻了。山猪被大家让猎人猎捕。对对对对。那个阿美语就没错哈。对，没错。把它说。就是如果说我要单独分开好吗？把阿苏就是让点点点猎捕。这个。让点点点被猎捕了，不好意思。不过就是把阿苏，我再说一次哈，把阿苏，如果单词要翻的话，就变成让点点点被猎捕这样子。那什么东西被猎捕？就山猪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套到那个句子里面，其实还是要重新排列一下。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哦。讲快一点哦，我怕会讲不完。好，我们现在看那个人称代名词，如果是使用在受格的时候，好，有哪些？这个讲的是复数哈，我们好像上一周已经讲到单数了。好，有3个哈，使用为受格的时候有3个，3个。Tamuan 你们 ，Tamian 我们。Ditaan 大家，好 ，Zangraan 都有那个案哈，就是受格使用的，就是受词了。好，我们来看哈，来看它的结构 ，Tamuan 它等于它的结构就是都受格哈，各位不要记都，amu，然后后面加案，叫 Tamuan。然后那个我这边没有写哈，其实我等一下，好，这边没有写啊。像受格的话，它有个念法哦，
达姆阿难，这样也是哈。达姆安跟达姆阿难都一样的。再回到这个，好，达姆安是受格都阿木安达姆安，或者是达姆阿难。那这个我们也是一样哈。达米安等于受格都加阿密，然后后面的也是一样按达米安，然后达米安难也是哦。你可以自己再往下看那个你自己的那个讲义哦，最下面有那个表格。达姆安等于达姆安难，达米安也可以讲达米安难这样。那达米安难尼亚嘛，尼亚是排除，刚刚有讲过哈。我跟你说话，尼亚的时候，达米安难没有包含你。好，那滴答安，我先说一下哈，我自己的习惯呢，就是我们部落是用 K 啊，不是 T。那所以如果说就是不要觉得很奇怪哈，就是说为什么用 T 哈？我们部落也是用 K 的，那它其实是一样的，可能是那个方言别的关系哈，部落的习惯不一样啊，所以你可以讲嘎木安难，然后嘎米安难也可以哈，啊，这个也是一样，吉达难啊，后面这个都一样哈。那这个吉大的话是不排他的哈，就包含跟你说话的人这样。好，第四个哈，他们在伊拉岸就扎受格扎伊拉那里岸，那这个也是跟刚刚的一样哈，指那个扎就是指定的那里的那一群人，讲的就是他们哦。那这个是受格的部分哦。其实这个也是常常讲，我们来看哈，看第一句。好，第一句，毛拉瓜哇达姆安难也可以哈，毛拉瓜哇达姆安难。好，小孩喜欢你们，所以乌拉是妈型，毛拉瓜哇达姆安。好，记得我们的重点是红色这个受词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句哈，跟第一句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啊？毛拉瓜哇伊达米安，毛拉瓜哇伊达米安。如果第一句毛拉瓜哇达米安，小孩喜欢我们，毛拉瓜哇达米安。第二句毛拉瓜哇伊达米安也可以哈，不过它这边有一个指向性哈，就是说特别指明的选择性哈，那会这样的去指明，一般都讲说爱上哦，毛拉以及马岸一这样，毛拉以及马岸可能就是说特别喜欢他，有特别喜欢的意思哈，因为他有指那个一就是有特别指有选择哈，就这边很多人，那我就特别选择你。所以他有特别喜欢的意思，那很有可能就是爱上了，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把它理解成就是爱上，就特别喜欢那个人这样的。某拉瓜哇伊当米安，小孩子爱上我们，所以这个有选择性。好，第三句我们来看，某拉瓜哇迪达安，不是迪达难。这个滴答案、滴答难、滴答难、滴答案，就加一个 n 在哪里呢？滴答难在 a 的中间这样子。那其实这个都是方言别了。好，小孩喜欢大家我们大家，包含现在跟我说话的你那如果说马乌拉瓜哇
达米安，我跟你说哈，毛拉娃娃达米安，没有你哦，没有你。好，我们来看第四句，戴拉古娃娃伊扎伊拉安。好，扎伊拉安，伊扎伊拉安，这个讲的是什么？他们那里哈，他们那里扎伊拉安，或者是张拉安。如果是讲方位哈，因为为什么会讲方位？因为前面的看前面的动词哦，前面有个戴拉去哦，去他们那里，所以它变成一个方向，就是一个空间的一个空间位置。好，戴拉瓜瓦伊扎伊拉安、张拉安都可以哈。还记得吗？如果说我们用那个，我看一下，如果我们用那个专有的人称名词也是一样，在伊那安，在阿公安有没有？阿公他们那里，妈妈他们那里扎复数嘛。好，所以讲的是那个方位哈。那个好，我们来看看哈，我们赶快写吧，练习一下。接着我们要练的是什么？我们要练的是这个人称代名词的使用在受格的时候啊，就当做受词的时候。好，那我们就是把这四个都写上去就好了。前面的这个字跟动词，我们就自己想，它其实也很简单。好，我们来看，然后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马格德尔古拉阿马杜奥塞达摩瓦难，那个老人责骂你了。马格德尔古拉阿马杜奥塞伊达米亚难，那个老人责骂我们。马格德尔古拉阿马杜奥塞伊达难，那个老人责骂大家。米诺盖古拉马杜奥塞达拉达拉安，我少打一个啊。那个老人回去他们那里。好，谢谢 Alex。好，我们来看那个讯息栏这边 Alex 所写的那个例句哈。个 d 就是生气啊，生气。那它是妈型的哈，所以其实感觉上好像 McDur 是妈型的，其实好像也可以当咪型哈，因为我们部落也可以讲 McDur，有讲到 McDur，所以我不知道是误用呢，还是说它确实是咪型妈型共用，我也不晓得。那比较常听到就是妈型哦 McDur，那确实我有听过McDur，因为比如说 McDur 都到，就是你们这个叫个豆的豆，有时候会这样讲哦，所以咪妈好像都可以，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确实有听过。好，那个豆的过来啊，嘛大赛，大赛就是老人哦，达木安难，好，达木安难，其实这个念法会比较通用哦，达木安这个比较少在部落听到了，不过它都是一样的哈，要记得是一样的。好，第二句呢，Makdar kura amatu asai tamianan，Makdar kura amatu asai tamianan，那个老人责骂我们。第三句，Makdar kura amatu asai titanan，titanan 哈，大家骂大家这样。好，第四句，Minukai kura amatu asai tara zangraan，好，那位老人回去他们那里哈。嗯，
如果带拉米努盖，哦，没事，我来念一句哈，看看大家觉得怎么样哈。一样就是那个 Alex 的第4句哈，米努盖古拉阿玛多阿塞达拉当拉安，这个是 Alex 所写的吗？如果我这样讲呢，带拉米努盖古拉阿玛多阿塞当拉安，这样可不可以？带拉古拉玛。Taira minukai kuramato asai I zangraan，所以这个 Alex 的少了一个那个哈借那个地方副词那个一 minukai kuramato asai taira I zangraan，好，我觉得还是加一下比较好。好，对，因为它指真的是地方嘛。所以如果说 Alex 的这个例句跟我刚讲的这个例句哪一个比较顺，好像都可以哈。Taira minukai 就是去回家啊。那这个中文翻译就很不好分哈。minukai kuramato asai I zangraan，所以你看哦，它有2个 taira 跟 minukai 哦，都是动词，怎么解决比较好？minukai kuramato asai I zangraan，这样可不可以？也可以哈，因为这个 minukai 就是回去的意思哈。它minukai有2种意思，回去啊，哎呀，对啊，一个是回天国，一个是回家。不过它有地方啊，长然那呢，有一个地点啊，有一个地。minukai后面很少用长然，一定是有一个地点。长然那就是方向，就是那里啊，他们那里啊，那个就是那个方位性啊，对不对？长然那它就是一个地方啊，指的就是地方。minukai kuramato asai I zangraan，他们那里了，他们那里就是一个地点。好，我们先看那个，没关系，我们先看那个 Ofat 的例句，请 Ofat 来念。はい。米利索古拉方里达姆安南，客人去拜访你们。毛西古维桑达米安南，朋友讨厌我们。米连人古星西吉达南，老师看着我们。巴弗里嘎古张安南，杜拉风马古，我给他们我的财产。好，谢谢欧巴斯。那我们来看那个欧巴的例句啊，新徐兰这边的。米利斯阿古拉方伊达姆安南，米利斯就是拜访，古拉方是客人，米利斯古拉方，客人去拜访。伊达姆安南去拜访你们那里哈，因为你看呢、我们来那个好，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中文翻译好，米利斯古拉方达姆安南，这样可不可以？也是可以哈。米利斯古拉方达姆安南就是客人去拜访你们。那如果这样说呢，米利斯古拉方伊达姆安南呢，我们的中文翻译可能就要，所以他可能是拜访你们这个人，所以会不一样，所以加了一个 e 会不一样。可以理解哈，就说这是加，我们翻的会比较精准一点。找过来放达姆安，就是客人去拜访你们人。我的意思是，你们拜访，就你们的家或者说你们的民宿有兴趣哦，就
所以还是会有差哦。所以它是有那个方向性哦，有方位性。这个就是像刚刚那个巴洛斯说的哦，就是要有个地点嘛，因为有一个一这样子哦。那第二句哦，马乌西故为上达米亚南，马乌西就是讨厌哦，马乌西，所以它也是妈型的，讨厌的意思。马乌西故为上达米亚南，达米亚南是咒词我们嘛。好，这个就没有什么那个没有争议。第三句，民能能够信息kita nan，民能能够信息kita nan。好，跑去哪里？好，是这样。民能能就是看啊，民能能够信息kita nan就看着我们了。好，那个第四句哈，mapafri kaku sangranan tu safung numaku。我给他们我的财产 ，mapafri kaku。好，这边会有一个问题哦，那个 kaku 是主词啊，所以我应该要怎么写？主格的话应该用阿固，对不对？用阿固阿固比较精准一点。mapafri阿固张拉，所以这个我写米巴弗利，这个张拉那也不对哈，mapafri阿固张拉。我写米巴弗利，所以这一句可能要稍微再修整一下哈。如果我们来看中文哦，我给他们我的财产，给他们，给就是把 free 嘛哈。如果要把 free 个顾，其实用把 free 就可以了，给他们。我写米巴弗利把啊， free 个顾，都沙风努马顾，张拉难这样呢。把那个，因为我们现在讲那个，我们现在使用这个受格受词嘛，哈，我们一样要保留，对，是用咪嘛，对不对？我给嘛，你把弗里格库，你把弗里格库，把弗里格库，我记得好像是要咪要保留住就对了。你把弗里格库都沙风努马库，沙风努马库就是我的财产。Republika Kutu Slavong Numaku I 长兰难或者是不要一哈，Republika Kutu Slavong Numaku 长兰难这样就可以了。所以那个长兰难要放在后面了，可以吗？哎，怎么懂？来，他们懂。哎，我是说午饭可以吗？你有听到吗？可以。Republika Kutu Slavong Numaku 长兰难。如果没有咪的话变阿固啊。来。好 ，Alex 的修正，好 d a l a minukai kura a matu asai 长了呢啊，对，那我们现在先休息啊，因为刚过了2分钟哦，我们8:12回来，然后我们把它讲完哈，今天的内容就讲完。好，那我们再继续我们刚刚的课程哦。然后我刚刚有另外在跟老师讨论了一下哈，就是有一些还是要修正一下。我们再回头看，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我们那个通讯栏这边哈，讯息栏这边，我找一下哈。就是我们尽量不要有误导，或者说让大家有疑问这样子，尽量能够把这个阿美翻中文这个部分把它处理好。哪里去了？好，
那个我们找一下哈，7:20的那个孙秀兰 PO 的这个句子哦，看大家有没有找到哈？他是在7:20，是孙秀兰姐 PO 的这个那个例句是我们看第3句哈，就是马西在这个，我们来看第3句哈。马邦安安，我要讲的就是第3句，马邦安安努米达杜亚娃娃古安安这一句哈。这一句的话，其实我刚刚也很纠结哦。那我先来对照一下，因为这个是前面的这个例句哦。这个我们刚刚是用这个做例句嘛？马巴弗里努米达杜亚娃娃古白树，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秀兰姐的这个马邦安安，邦安安哈，安安是名词，然后邦安安就是取名哈。那米邦安安就是去命名哈，米邦安安就是去做命名的名字，米邦安安。所以我要被命名的话，就变成马邦安安，这个没问题。邦安安，不好意思我先问一下，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先确认一下。有哈 ，OK。那邦安安努米达就是被我们大家命名。好，我先一句一句解哈。那邦安安努米达就是被大家，努米达是大家嘛，被大家所命名哦，被大家命名。那什么东西被命名呢？杜亚娃娃那个小孩被大家命名了哈。那公安案哈，这边就有疑问哈。那刚刚有跟老师讨论了一下，就是这个安案如果直接改成，因为前面已经有安案了，应该要被命名为什么？比如说，直接讲一个名称哈，比如说嘎造就一个名词哈，比如说马邦安安努米达杜亚娃娃古嘎造这样子，就直接把那个安安后面那个安安变成一个名字啊。秀兰姐，你有听到哈？这样会比较顺，因为我们都讲说你把安安要给它命名，那就要有名字出现，就要有一个东西出来嘛。那这个嘎造就是被我们大家去命名给这个小孩的，这样子。中文翻译是这样子，嘎造这个名词我讲的不是人哦，那个人指的就是那个娃娃了。但是在这个句子里面呢，马邦安安努米达杜亚娃娃古嘎造神来安安安这样的，应该是这样子，要很完整的话是这样子。但如果说我们不要那么口语的话，就马邦安安努米达杜亚娃娃古嘎造这样就好了。这个安安变成嘎造一个真实的名字，这样会比较顺。所以中文翻译就变成嘎造嘎造这个名字不是指这个人哦，嘎造这个名字，嘎造被大家命名给那位小孩的，或者说嘎造是被大家命名给那位小孩的，这样会比较好。这样的话，这样就可以解决我刚刚的纠结的问题。那我不知道秀兰姐你有没有听到大概是这样子。对，可以理解我的意思那后面就不用再加安安了。就是我们口语化可以加，但是你要有那个嘎造的名字。你帮安安，你说安就是是补充啊，那个名字前面不是加起嘎造吗？你这边是古嘎造，这样可以吗？所以嘎造，如果我现在可以就是古嘎造这样就好了。
因为你几嘎造的话会指明那个人可是我要讲的是这个名字不是那个人那么pangangan numita tu yawawa gukazao sanai， 应该后面如果有个 sanai 就会很明白了。加一个萨奈啊。gukazao sanai angangan 这样子哦，gukazao sanai。对，所以我们后面不要那么麻烦，就是我们先省略，就是先不用那么口语，就是gukazao这样子。那如果听不懂的话，就是后面再加 sanai angangan gukazao sanai angangan 这样。就是嘎造这样的名字，这样子。嘎造山奈安这个山奈就是嘎造这样的名字嘛。名字。哎，被大家起名给这个小孩。对，这样就会对到我们第3句的这个用法。对。那还有一个就这个是那个应该是无法的例句。我来看一下刚刚无法有提供一个例句，其实那个也没有错，就是刚刚有纠结了一下，但是我看一下我看到那个无法在7点58分有修正，但是我要看它的原版的在7点55分7点55分的第一句，对，7点55分的第一句，米利苏亚古拉方伊达摩难，我刚刚是讲这个嘛，米利苏亚古拉方伊达摩难，然后我刚无法说你修正成那个中文修正成你们那里其实不能讲订正应该讲说也可以变成变成客人去拜访你们那里，这样也可以不过这一句呢其实是可以的啦，因为我们再看一下那个这个除了是有一的时候是一个方向性，那其实它也可以是指明，就是指明特别的去拜访你们了。所以其实这个我发现那一句也没有错，也没错。对，但是因为我刚刚已经把话先说出来，我想说先把那个范围缩短缩减这样子，所以这个7点58分这个不用就是不算订正，就是说也可以这么说这样子这个不算订正，也就是说一样的主语会有2个说法，那这2个说法就要看我们的情境了就是说客人去米利索古拉方伊达摩难，客人去拜访你们，就特别去拜访你们，指明你们去拜访这样子那可不可以说成客人要去拜访你们那里，一样也是一样的说法，米利索古拉方伊达摩难就是你们那里，这样也是可以，主要是讲地方，所以它都是可以的了。那要判断到底是要拜访人还是拜访地方，就要看我们当下说话的情境这样。这样我可以理解不好意思没有新闻可以。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哪？我们刚刚是讲到这个，好，那就换秀兰姐了，对不对？秀兰姐，你的例句。还有8点04分这个8点04。好。马巴湾古岛达木湾，别人忘记你们。马伊洛古娃娃伊达米安，小孩想念我们。马伊纳古扎歪迪达难，朋友很羡慕大家。达鲁玛古娃娃伊达伊拉安，小孩回到他们那里。好，谢谢秀兰姐。我们来看这个讯息栏的8点04分巴湾古岛好，达摩难别人忘记你们。马巴湾就忘记可以。第二句呢，买落了这是那个相对词忘记跟回忆或者说怀念
Mailorgo wawa i damianan。那如果是少一个一也可以哈。这个一其实有强调，就是说所谓的强调就是说特别选择你们这样子，所以有特别想念的意思哈。所以Mailorgo wawa i damianan，Mailorgo wawa damianan，其实感觉有一的时候会特别，好像特别想念我们这样子。好，第三句呢，Mainargo Zafai Didanan。好，男士的朋友叫 Zafai， 那我们那边叫做伙伴或者是同伴 Zafai。来，像我顺便说一下哈，就是朋友，因为你这边说朋友嘛，如果像我们海岸呢，也 Zafai。有一浪和前面还有一浪呀，有一浪和那是有关系的哦。有一浪啊，过去就马耀是我的朋友，就是我们很要好，就是马吉的意思哦。我扎发呀，过去马耀很不一定是我的朋友，他只是我的伙伴，可能是工作的伙伴，但是我跟他关系不好啊，我也可以讲扎发嘛，大家里台北。这样就是我跟他在台北一起工作的伙伴这样子，但是不见得是我的朋友。我们那里会有这样的那个说法，所以好像所以各个部落都会有不一样的那个对于这个名词的这个感受哦。好，第四句呢，大陆马过娃娃伊在伊拉安，在伊拉安哦，大陆马。小孩回到他们那里，所以你们那边会这样写哦。达鲁玛，古娃娃也在伊拉安，好，没有关系。我们的重点其实是重点是这个哈，我们受词的使用跟理解使用法哈。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哈，把它说完。好，我们现在讲数格哦，数格跟所有格这样就没了，所以现在我要讲快一点哦。好，数格的话，我们都知道了，就是放在句子最首哦。那人称代名词在使用为数格的时候有感目，那它的结构就是无感目。那感密呢，我们无感密的时候就是一样，跟那个尼亚的那个方法一样，就是排除听者哈，感密啊在，我们没有包含你哦，除非我讲 kita， 我 kita 就是包含你这样子，在伊拉我在伊拉这样，所以这个都是把这个乌都省略掉了哈，使用在首位的时候，句首的时候，我们来看例句啊。好，第一句，kamu ko kaulahan wawa， kamu ko kaulahan wawa， 所以它其实放在句首的话，一定有一个乌了哈，乌甘木，但是习惯上我们会把这个省略，甘木古嘎乌拉汉所喜欢的哈，所喜欢的人事物，那个人或事或物会放在前面哦。乌古隆古嘎乌拉汉娃娃，小孩所喜欢的是牛，就是那个人事物就放在前面哦。好，那人称代名词的话就是嘎木。古嘎木古嘎乌拉汉娃娃，小孩所喜欢的是你们，一样。第二句哦，一样，我们就嘎密这个就我们哦，没有你。然后第三句呢，吉大有包含性哦，包含跟我对话的你这样。吉大古好，刚刚这个没念哦，我是这是讨厌哦，跟这个无啦相反哦。无论是喜欢或爱，我是就是讨厌。卡米古搞西安娃娃所讨厌的人或事或物。好，第三句 kita go kainapan no 娃娃 inap 就是嫉妒，也可以说讨厌了，嫉妒。好，
其实都是很类似哈。好，第4句哈，在伊拉，我在伊拉过改罗兰诺娃娃，伊罗刚刚那个徐安姐有写到这个伊罗了嘛？改罗兰是所怀念的人或事或物这样。好，很简单，来写例句吧。我们因为最后一堂课哈，我还是想讲快一点好了。先，因为待会我想让大家来写的那个测验哦，所以我要留一点时间。我现在把这个讲掉哈，我们待会有时间我们再继续来做练习哦。我先把这个所有格先讲掉。好，当人称代名词作为这个所有格来使用的时候，有 nunamu 就是你们的 nuniam 我们的 numida 大家的，所以这个还是一样哦。nuniam 就是有排他的 numida 就是包含不排他的 nangra 他们的，好，都有个的，好，你的我的他的，我们的你们的。好 nunamu nuamu 神奈哈。那这个我刚刚有讲过，一开始的时候有讲过这个，其实 nuamu 就是拿木的缩念啊，但是因为有一些争议，所以我们还是保留。那在口语的使用上，有时候会省略哦，所以我们只要记得就好了。nuamu 就是拿木，那我们一样就是用nunamu这样子。nuniam 有 nuami。好 nuniam 一样哈，这个跟刚刚都有讲过了哈，这个是它发音的这个演变过程。numida nuida numida 包含的 naira 所有格的 na ira 那个 na 就是指的那里的那一群人，讲的就是他们的 naira 这样子，或者是 naira 或者是 nangra。好，我们来看例句啊。好，那个第一句啊，upaisu nunamu kunian， 或者是 upaisu namu 也可以哦。这个是我们比较口语化的方式。upaisu namu kunian， 那可不可以讲 upaisu namu kuni？ 可不可以？其实也可以哦。将那个后缀那个案跟 kuni， 其实在那个意义上都没有变化了。好，那所以这个可以省略哈。upaisu nunamu kuni， upaisu nunamu kunian 都是可以哈。upaisu 是钱，谁的钱？南木白树南木，你们的钱，这个这个是你们的钱，这样子哦。白树 nuniam kura， 或者是跟那个一样啊，刚刚的这个状况 kura 或者 kuraan， 它的那个意义都没有变 kuraan 这样子。不过还有一个哈，我这边也没写，顺便讲哈，有时候那个只有这个古逆的时候会这样念啊，就是我们部落就会这样讲，白树南木古尼尼这样会把它叠字哈，古逆这个后面加一个逆，这样古尼尼这样，这个就常常听到。那后面这个古拉拉就没有了哈，只有古逆会这样叠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听到。好，这是另外一题的哈。好，第3句，我白树努米达古亚安，或者是古亚也是一样哈，古亚安。好，这个一样就是努米达可以省略成一大了哈，努米达白树一大，我白树努米达古亚古拉安古亚安这样。好，其实都不会很困难，不过是要记而已哦。我白树尼拉基尼安，好，基尼安，基尼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基尼安是这里，这里的，基尼安。好，我白树那伊拉或者是南拉这样子哈，我白树南拉。好，
后面就没有内容了哈。那我们用个现在是35分哈，我们用个5分钟来写这个例句哈，看看我们就是数格哈，数格这个部分，然后还有一个是所有格，来写写看哈。那你们在写的同时，我先找一个档案哦，就是待会让他做的那个。例句要写一下哈，练习一下。所有格这个，有吗？有人那个吗？那个，我现在有把那个测验的那个连接在那个 LINE 的群组有一个，然后我现在在我们的讯息栏也打一个哦。现在时间是37分，我看我们直接先做好了哈。如果你已经有在练习写这个例句，那还是一样，就是继续写。那从我们的那个赖群，还有这个讯息栏这边，我打了一个连接，看看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然后我们先做那个练习，算是复习了，就把我们那个这8堂课，我把所有我们8堂课的内容就打进去，20题而已，也不是全部，就是随意挑选的啊，让大家做一下。好，那我来问一下哈，所以目前大家是在写例句还是在做测验？回应一下，有没有人在啊？好，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はい。查一下。甘木古嘎和马甘努行西，老师所赞美的是你们。嘎米古嘎罗莱安尼妈妈，爸爸所劳心劳力的是我们。伊达古嘎格德兰尼阿公，阿公所生气的是大家。哦，长拉古嘎拉罗曼尼伊娜，妈妈所忧心的是他们。好，谢谢 Alex。第一句，嘎木古嘎木干努行西。好，嘎木干是所赞美的，所喜悦的。嘎米古嘎鲁莱亚尼妈妈，嘎鲁莱就是劳苦哦，很辛苦。嘎鲁莱亚就是，他这边翻的也不错，劳心劳力的，内心的劳苦了。好，第3句呢 ，kita ko keketaran你阿公，好，你妈妈、你阿公呢，他的格位标记要弄对哦。长辈的亲属，你妈妈、你姨那、你阿公哦，格位标记要对哦。长拉过嘎拉鲁曼你姨那，所忧心的，阿鲁就是忧伤、忧虑。好，那我们请那个 Ofat 来念你的例句。对。Kamuku ketawaran nu wawa，小孩所忘记的是你们。Kamiku kagetaran ningra，他所生气的是我们。
kita ku karudaya nina， 妈妈所疲惫的是大家。长大ku kahamagan nusafa， 弟弟所兴奋的是他们。好，谢谢吴范。我们来看吴范所写的哦。Kamuku katalawan nuwawa， 打扰字根是打扰，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例句哦，就是那个尤其是中间这个哈，我们都使用这个前缀嘎后缀按这样子哈，所怎么样的人事物这样子哈。katalawan， 所以其实讲人称代名词的话，所以都是讲的是人哦，所怎么样的人这样子哦。好，第二句 Kamigo Kagataran， 刚刚好像也有写哈，所生气的、所骂的也可以。Kitaku Karulayan Nina， 妈妈所刚刚那个 Alex 也有写这个 Karulayan， 劳心劳力或者是疲惫哈。Zangrago Kahmakan no Safa， 这个也是一样哈 ，Kahmakan 所他这边写所兴奋的、所赞美的、所喜欢的、所喜悦的都可以哦。那我们请那个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吧。好，等一下，老师。好。好，Kamuku kahamagan no shinshi， 老师所赞美的是你们。Kamiku karurayan ni mama， 这是我的吗？不是，我怎么会念到那边去？好，我的在这边。Kamuku kairulan no pasvanai， 老师所想念的是你们。Kamiku kausian no pasvanai， 老师所讨厌的是我们。Kitaku kainapan no pasvanai， 老师所嫉妒的是大家。No pasvanai zairaku kairulan no pasvanai， 老师所想念的是他们。下面的不用吧？要吗，老师？没关系啊，你念啊。好，Uvuzajin namuku gunian， 这是你们的槟榔花果。Uvuzajin niyam guraan， 那是我们的槟榔花果。Uvuzajin numita guyaan， 那是大家的槟榔花果。Uvuzajin naira ginian， 这里是他们的槟榔花果。以上。好，谢谢秀兰姐。Kamuko kairulan， 一路就是刚刚有写到想念的人或事或物。那因为我们都讲人称代名词嘛，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都是人。所想念的人是谁呢？你们。Kami ko kausian no pasvanai， 那老师叫做 pasvanai， 或者是用介词形系这样子哦，日语的介词。好，讨厌的哈，所讨厌的是谁 ？Kami。好 ，Kitaku kainapan， kainapan 刚有讲是嫉妒哈。老师所嫉妒的是谁呢？大家哈，讲的可能就是所有的学生了。Zairaku kairulan no pasvanai， 老师所想念的是他们。Kairulan Zairaku kairulan no pasvanai， 好，那个第二个哈，Uvuzajin namu gunian， 好，这是你们的槟榔Uvuzajin哈，槟榔花果，你们的槟榔花Uvuzajin namu Uvuzajin nian， 我们的Uvuzajin Uvuzajin numida， 大家的Uvuzajin Uvuzajin naira， 他们的Uvuzajin， 这样子哈。好，大概就这样子，其实不会很难哈。好，我们这一期的课程内容都说完了哈，很快速的大概这样念一念。我们后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做一下吧。
做一下那个，应该都有看到哈，那个连结，然后有点进去练习一下，只有20题，然后尽可能不要看讲义哈，就是你就凭着你自己的那个记忆去选，都是选择题啊，凭着自己的记忆去练一下，看看可不可以。那你那个写完的话，他自己会给分哈。那个我看一下那个群主说这个是考试吗？也是啦，测验啦，都反正有看到就测一下，测验一下，然后也没有那个啦，只是自己测验自己啦，算是做那个我们这一期第一期的这个课程结束的一个小结论，这样子，看看你们过去所学的能不能记起来哦，就这样而已，所以也不算考试，一个小小的测验而已。没有人提问题，那表示那个连结是可以的哈，是没有问题的嘛。答案意思会没有变，白素努尼亚也可以哈，白素努尼亚或是白素尼亚古拉案这样。哇，这个错很多诶。我们来判断，我们来看那个第19题哈，如果你有听，看一下19题，那是我们的钱，眼前的钱哦，所以绝对不会是古亚，对不对？所以第4个答案就不对了，而且他写一大。我们一大应该用什么？努米大或是一大是大家哈。那这边写我们，我们的话就可能中文比较不好判断了。一大就是大家，尼亚姆就是我们的，我们的没有包含你这样子。好，我看一下，目前有10个哈，那没有关系。50分的有2位，然后90分的有3位。哎呦，还不错啊，这三个会不会是我们的那个？会不会是我们的那个正式学员？然后有一个是80这样子。好，那个反正连结都还在，你可以重复那个哈。如果你有兴趣去测验的话，你就会自己重复用，反正我都会留着。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已经9点了哦，我们今天的课就到此告一段落。那谢谢每一位学员，不管你是正式的或是旁听的哈，谢谢你在网络上来跟我们一起去学习主语。然后这一期8堂课已经结束，下一期什么时候上课就要看那个数学老师会在那个公布哦。然后我们就今天的课我们就到此为止。阿拉哈努个木号都比诸葛的那么都比那那么比带定的再来，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见，
3月23，对不对？第二期3月23开始。好，晚安了各位。哎，阿赖先生。哎，好来用。来。